来继续来到新北市土城山区，有一个家族的墓仔室，讲互弄破门，铁门互拔去卖，10外骨灰甕仔总互讲破，这个骨灰总互掺染做伙，家属是气甲丢骹断地，请热心的民众提供烟路监视器的画面，讲警方嘛已经锁定一个可疑的嫌犯。 今年一摆清明节后，大囝孙甲家族梦室拍开，煞真混乱。10外骨头糊甕仔拢互讲破，拉伫涂骹，而且亲人的骨头糊嘛全部拢互染做伙。2次铁门都被挖去卖，小偷来挖我们那个骨灰的铁门呢，去卖啊！刚好来扫墓，看见铁门不在，还要找那个风水师来做。神经黑白念，迄为遐4、5天就行一逝。 网友伫面册替朋友发文章，要找新北市土城中义路沿路的监视器画面，因家族的骨头糊甕仔互讲破，网友爸爸的骨头糊互压出来，和亲戚的染做伙，阿嬷的骨头糊嘛无去，对先人真无尊重，希望赶紧抓到凶手。未少网友提醒墓地互破坏，可能影响后代子孙命理师讲，唔免伤烦恼。身体里头的铁质跟微量元素都已经遭受到破坏。 已经没有风水感应的问题，应该不用有太大的担心，它会产生风水的问题而祸连子孙。因为被害人无甲人结冤仇，所以为着要报仇来破坏风水的可能性无真悬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监视人员嘛已经到现场来采证，有锁定一位可疑的嫌犯，会通知到案来说明了解案情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